大巨蛋开始营运咯，大概门票一开始买就随风抢了了，黄牛票嘛真抢手哦。台北市的警方嘛已经查到117订，上山分局抓到一个细条民众，伊伫网络买阿金赛的门票，计小是并赔，该依上法办哦。也毋过落尾法院是判免罚。一场看球赛球迷热情欢呼，大巨蛋开幕迎接赛事开始。拄结束的亚锦赛门票一票难求，不过台北市警方迄时阵就发现有黄牛。远景网络巡逻有人反背卖票，大汉大节门票惊是买人联络。两场原价1000，开2500才将票卖到手，顺线掠到卖人。照社会法上班，只是案件进入法院，法官裁定无办法。查获单位是采用这个网络上的诱捕购买，那在法律上来讲，这个诱捕购买并没有真正要购买这个票的争议，两者之间没办法成立所谓的购买这个黄牛票计税的行为。黄牛卖票无办法，法官指出，先生了人有卖行为，不过警方依伫办案用引诱的方式，要当场涨掉，并无真正买票意愿。应该看作是被告行为属于未遂程度，按照社会法，无处罚未遂犯。查到黄牛上山分局表示尊重，无要提控告。在修法前，警方将持续依社会法加强查缉，查缉后移送检疫庭裁处，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18000元以下之罚款。大巨蛋开放半个月，台北市查到运动比赛黄牛有117件，119人。不过，这种违法仅能用社会法来处理，除非黄牛票牵涉演唱会者的基本表现。今年修法上路的文创法才能适用，仍可能面临刑责。不过新法无纳入运动比赛，运动产业发展条例刚才通过立院草审，目前只可行政处分，恐惊无法度阻止体育比赛黄牛乱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